着标杆，独自走到东海岸。外形缘投，个性温暖的蔡宗豪，摕起乌克丽丽，随手就会当自弹自唱。不论是摇滚、抒情、怀旧等各式歌谣，完全是考袂倒。伫上课时，佫会向学生讲着台南的故事，互囡仔为音乐当中更加认识家己的城市。蔡宗豪为国中2年开始，家己学吉他，长期亲近音乐，培养出伊的好性格甲好耐心，因此鼓励囡仔也是音乐。伊讲，乌克丽丽只有4条弦，比起吉他更加好入门，是囡仔接触音乐正好的开始。因为它这个弦是用这种比较类似尼龙的弦，它比较不是像钢弦那么的硬。其实对小学生来说，它除了体积比较小、比较好上手之外，小朋友的手也很嫩啊，所以比较不会痛。所以我觉得用乌克丽丽来做一个简单的启蒙的教学是非常适合的。台南市赤坎文化关怀协会甲乌克丽丽推广协会今年捐赠2000支乌克丽丽到台南各小学，但因为欠缺教学师资，蔡宗豪为大学2年开始主动加入志工老师的行列，每礼拜到学校教囡仔乌克丽丽。种种的爱心付出，也互长期甲宗豪做伙推广音乐的乌克丽丽推广协会理事长廖维仪非常甘心。从小的时候他就很热心公益的，他就很喜欢帮助别人了。然后一直到长大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个协会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小朋友呢可以有音乐可以做学习。那中华那个时候知道的时候呢，他就自己跟我说，他也想要帮忙，他也想要当志工，然后到学校呢去教这些小朋友弹乌克丽丽，因为他觉得啊，台南是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家长，其实他们很喜欢学音乐，可是可能有很多的因素啊，没有办法有学音乐的机会，所以他希望透过协会的一个帮助，然后可以教小朋友都可以学会音乐。蔡宗豪表示，家长教育囡仔伫食衣住行方面，拢已经开了真侪钱。囡仔若是加了一个兴趣学习，拢是一笔额外开销，所以伊才认同协会抛砖引玉，捐赠乐器的理念。因此，投身做志工老师。希望让囡仔自细汉就接触音乐，并减轻家长的负担。因为像现在的经济的状况，家长要照顾个小孩，其实食衣住行已经花了非常多的金钱，那还有小孩子要补习，所以如果小孩子要另外再多一个兴趣，其实对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开销。我非常认同协会这个抛砖引玉的过程，就是说先买了乌克丽丽，那给大家做免费的使用，我再亲身的投入过来教大家基础的音乐。乐理虽然是基础，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扎根过程。乌克丽丽推广协会理事长廖维仪表示，宗豪是一个热心公益、介意帮助他人的人。知影协会伫咧推广音乐教育，就主动讲要帮忙做志工。对着伊这次要参选市议员，廖维仪相当的支持，认为安尼对台南市民是上好的，也希望大家予少年人一个机会，予台南更加无共款。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